大家好，今日嚟同大家畫一下10月份嘅免費棋子。星界軍嘅狙擊手萊特林人，首先噴上灰白色補土，然後將成隻模型用中式即洗漆油一次。即洗漆會留喺黑線同埋凹陷嘅細節入邊，做出簡易嘅預製陰影效果。等即洗漆都乾透之後，就可以用白色對模型進行乾燥提亮。跟住由淺色開始畫起，先用肉色對比漆嚟畫一下外露嘅皮膚，然後用骨色嚟畫綁腿同埋背囊嘅細節。萊特林人嘅上衣，我選擇咗用飽和度比較高嘅螳螂勇士綠嚟畫，跟住就用啡色對比漆嚟畫萊特林人嘅真皮背囊。配合前面做好嘅乾掃，狙擊槍用灰棕色嚟畫一下就已經有唔錯嘅效果啦。然後小心咁樣用黑色對比漆嚟畫一下佢條長褲、鬍鬚、冷帽同埋底盤上面嘅造型石頭，都用深灰色對比漆嚟畫。顏料嘅顏色由淺色開始畫，逐漸加深，就可以用後面比較深色嘅顏色將前面出界嘅地方遮蓋過去。將瞄準鏡用白色畫好底色之後，再用藍色對比漆點一下就搞掂啦。嚟到呢度，萊特林人就基本叫做畫好啦。成個塗裝比較簡單，跟住落嚟我哋搞一下佢嘅底盤。首先用2塊水松木片撕出一個殘垣敗瓦嘅牆壁，再將佢黐喺底盤上面。今次試用一下新嘅地形泥 AK 嘅 Muddy Ground， 用地形泥將成個底盤同埋水松木片都填滿。等咗2到3個鐘，地形泥乾透咗之後，就可以用灰色漆嚟乾掃一下，令到成個紋理更加明顯。今次呢隻地形泥除咗顆粒大少少之外，同我之前用 AV 嗰隻 Dark Earth 效果差唔多。最後再用中式即洗漆嚟加深一下成個顏色。星界軍萊特林人狙擊手完成。感謝你嘅觀看同埋支持，我係葡撻，我哋下期再見。